好多人都以為變色龍變色就係為咗完美隱身，避開天敵。但係，如果我話你知，呢個只係佢次要嘅能力，甚至係一個天大嘅誤會呢？變色龍變色嘅真正原因，遠比你想象中更複雜更精妙。佢哋皮膚下面藏住一種叫紅細胞嘅特殊結構，紅細胞裏面有住無數嘅鳥嘌呤納米晶體。呢啲晶體並唔係固定不變㗎。變色龍可以透過收縮或放鬆皮膚，好似玩積木咁，精準咁調整晶體之間嘅間距。呢種間距嘅改變會影響光線反射嘅波長，直接控制皮膚嘅顏色同埋明亮度。所以佢哋變色主要係為咗調節體溫，例如喺太陽猛烈嘅時候，皮膚變淺色啲反射熱力，天寒地凍又會變深色啲吸收熱力。除咗調節體溫，變色亦係佢哋情緒同埋溝通嘅重要工具。當佢哋開心、驚慌、求偶，或者想警告其他變色龍嘅時候，